大家好啊，我係 Sammy 啊。上一次咧出有關大事嘅影片咧係4月初嘅，咁啊嗰陣剛剛咧就過咗第一季啦。3月嗰陣咧個大市咧都仲係跌市嘅，但踏入第二季咧，成個氣氛反轉晒啊！我綜合翻年初到5月底呢5個月嘅環球股市表現啦，有啲股市原來升咗1倍啊，好誇張啊！咁啊知，但係啊，另一邊廂嘅債券咧就跌得好慘啊！有啲長年期嘅債券嗰啲債息咧，仲創咗金融海嘯後嘅新高添。咁啊，以前大家成日都話咧買債咧安全過買股票噶嘛，避險咧就要買債啦。但係睇翻近幾年債市嘅表現啦，你就會發現股升債跌，但係股跌的話債都係跌喎，升又唔夠股市升得勁喎。咁大家如果有做 MPF 嗰個資產分佈咧，就見到嗰個明顯嘅分別啦，會發現咧，咦，點解債券基金蝕嘅？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下點解會出現呢個股升債跌嘅情況啦。出現呢個情況健唔健康嘅咧？會唔會隱藏咗一啲潛藏危機係我哋唔知嘅咧？而債券仲值唔值得買，值唔值得投資咧？今日就會同大家講下嘅。其實我上個月咧就去咗倫敦跑馬拉松啦，冇乜點睇到個市。一翻到嚟香港咧望一望，哇！成個市升到癲咗啊！重溫翻啦，第一季嘅市況係咁樣嘅，因為美國同伊朗開戰啊，又加上 AI 股又話怕有泡沫喎，所以3月咧係跌得好急嘅。第一季結果就係4個指數係升，有10個指數係跌嘅。依家過咗2個月啦，形勢又變成點呢？嗱，就係咁嘅啦，紅色字咧唔係升啊，係跌啊。頭5個月跌市嘅指數咧得翻2個嘅啫，升市咧有12個咁多啊。仲要升得最多嘅咧係南韓，升咗1倍啊。其實南韓舊年咧全年都升75%嘅啦，而家短短5個月啊已經升得多過舊年啦。癲嘅唔止係南韓，仲有台灣喎，升超過50%啊。然後第3個咧係日本啊，升咗都有30%啊。有雙位數嘅升幅咧，仲有美國嘅 Nasdaq 啦、標普500指數同埋大陸嘅深證成指嘅。跌市最多嘅咧就係印度啊，跌12%。至於港股都未跌啊。嗱，如果撇除第一季嘅跌市啊，單係睇第二季呢2個月咧表現又係點嘅咧？全線係升嘅。股票市場升得最快嘅咧，仍然係南韓啦、台灣同埋日本啦，升咗68%、41%同埋30%嘅。跟住咧就係美股嘅 Nasdaq 同埋標普500啦，都有2成同埋2成半嘅升幅喎。至於跑輸嘅就係港股同埋英國股市啦，升唔夠3%嘅啫。係，我上一次咧有講過咧，話英國咧有機會咧係黑馬嘅，但係今輪咧表現竟然跑輸大市喎。嗱，冇辦法啊，真係估唔到咧，而家個投資風向轉得咁快啊！第一季仲講緊咧話係炒落後啊，買一啲咧估值型嘅股市啊，但係突然之間咧，全部資金又追翻晒一啲增長型嘅科技股喎。所以咪又係升翻晒啲 Nasdaq 啊，同埋南韓啊、台灣呢一啲咯。再加上好衰唔衰啊，英國首相又有機會要換馬啦。呢啲政治不確定性嘅事件呢，英國股市呢都係表現得特別差嘅。咁所以呢一輪就跑輸咗咯。但係又調翻轉頭講啊，咁樣先至突顯到咧分散投資嘅重要性㗎嘛。呢一刻大家追緊科技股啫，唔知下個月又會唔會追翻價值型股份㗎嘛？股市又好得出啊，但係其他市場就唔太好啦，因為美國同伊朗嗰邊咧就頻頻傳出有和談嘅消息啦，所以油價咧都回落翻嘅。紐約期油咧已經落翻每桶$90以下㗎啦，至於布蘭特期油咧都翻落去每桶$92嘅。咁啊，講少少冷知識俾大家聽啊！紐約期油咧其實就受美國石油供應啊庫存影響大啲嘅，反而布蘭特期油咧就係全國性影響大啲，所以2個數都要睇嘅。因為咧紐約期油咧影響美國本土消費咧係會多啲噶嘛，咁美國一出啲經濟數據啊，尤其是嗰啲 CPI 啊，好影響投資走勢噶嘛，所以紐約期油高企的話咧，都有機會扯高美國通脹，係對股市不利嘅。
而布蘭特咧就係影響緊全球嘅 CPI，所以點解我哋咧一定要兩隻石油一齊睇啊？咁啊，結果咧，油價喺過去2個月跌啦，紐約期油同布蘭特期油咧就分別跌咗咧大約14%同22%嘅。咁啊，雖然係咁啊，但係頭5個月佢嘅升幅咧依然有50%咁多喎。至於年初表現好突出嘅黃金咧，第二季走勢就麻麻地啦，仲要跌差唔多3%添。咁啊，令到頭5個月黃金嘅升幅咧就得返5% 咁大把，銀價都冇乜點喐過啊。反而 Bitcoin 咧就喺過去2個月反彈咗8.7%，令到頭5個月嘅跌幅咧就收窄到去到15%嘅。其實咧講一啲差嘅市場咧，債嘅表現咧應該係最差㗎啦。咁啊，近期美國2年期債息咧就升翻上去4厘啦，10年期又升翻上去4.4厘啦，30年期仲一度升到去5.2厘高位喎，就創咗2007年以嚟嘅新高。其實唔止美息啊，全球債息都係勁升嘅，尤其係長債息啊。英國30年長債息咧就一度升到去5.868厘啦，而家翻落嚟都仲係見緊5.5厘嘅水平喎。咁啊，日本30年債息都曾經見過4厘以上嘅，創咗歷史新高啊！德國30年債息都見3.7厘，同樣創2010年嘅最高水平嘅。喂，中東場仗咧其實好多變數嘅喎，依家呢一刻咧其實都仲未完全傾妥㗎。之前咧話會停火，突然之間咧又話傾唔成要打啦，咁啊不斷咧反轉又反轉。重要航道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咧，到而家其實都未解封晒㗎。咁乜唔係應該要避險嘅咩？點解個股市仲有得升嘅咧？嗱，主要就係因為咧 AI 呢個勢頭實在太勁啦。嗱，就好似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咁樣啊。啲人一見到調整咗一排咧，3月底咧見到佢跌穿咗300蚊美金咧，4月初就已經急不及待咁樣撈底啦。嗱，我上條片咧都話啦，科技股唔怕撈啊嘛，分段吸納嘅。咁唔好話 Google 啊 Mach7咧，你是但撈一隻咧，呢一 round 都贏錢㗎啦。咁啊，再加上4月咧不斷有呢個停戰啊和談嘅消息啦，而且4月底開始咧就係呢啲科技大佬公佈業績嘅時間啦，隻隻都靚業績嘅，咁啊冇邊隻唔靚㗎啦。咁啊如是者個市啊繼續炒上去咯。然後成個 AI 炒作潮咧又翻咗嚟啦，咁啊連帶南韓啊、台灣呢啲做晶片嘅股市都大升啊。其實日本咧都好多科技企業嘅，所以佢都跟升。咁啊啲資金去晒股市嗰邊，咁啊債啊自然冇人睺噶啦。再加上而家講緊咩啊？通脹重臨咧，市場咧炒緊今年央行咧未必會減息，甚至乎有機會加息喎，所以導致咧就債息升，債價跌啦。咁啊事實上啦，見到最新公布嘅數據啦，美國4月嘅 CPI 咧已經升到上去3.8%啦。PPI 仲升到上去6% 添，咁6% 係按年計嘅，即係同舊年嘅同期去比啦。如果同上個月去比咧，就係升1.38%，都幾多下㗎。咁啊，歐洲 CPI 都升3%喎。咁啊，4月 PPI 未出啦，3月咧就係由跌3% 轉升為升2.1% 嘅。嗱，我自己個人嘅認為啊，嚟緊通脹咧應該都會有增無減，大家要有呢個心理準備啊。因為咧燃油成本上漲嗰個影響實在好大嘅，已經陸續咧見到好多嘢已經加咗價㗎啦。咁啊就好似中意去旅行嘅朋友咧，嗱已經感受到啦，機票貴咗好多啊嘛，因為燃油附加費加咗啊嘛。咁啊仲有好多揸車嘅朋友咧，都已經反映咗油價貴好多啊。嗱，早前我啊 call 咗個 van 仔啦，咁有個司機大佬咧就同我講話，哇！而家1 lit 嘅油渣要成36蚊港紙啊，咁啊貴過汽油喎。以前油渣咧係平過油㗎嘛，嗱而家真係世界變啊！咁啊司機大佬仲話咧 call van 公司咧嗰個每張單嗰個加幅咧，其實就追唔上咧嗰個油價嘅加幅嘅。咁啊而家一單咧都只係賺咗幾廿蚊，佢話再係咁低的話咧唔做添喎。
另外上個月咧，我有幸出席咗一間咧化工上市公司嘅傳媒午宴啦。咁啊，管理層都話啦，佢哋上游嘅業務咧雖然受惠油價升壓，但係下游嗰啲產品咧係真係感受到嗰個成本嘅壓力嘅。佢話咧，其實油價一升咧，其實1個月左右咧已經 feel 到嗰個加價嘅壓力啦。咁啊，結果佢咧就喺3月、4月咧都各加咗一次價㗎啦。佢仲話唔排除5月會再加價喎。所以大家其實而家見到個 PPI 升緊咧，最終咧都係會反映落翻個 CPI 嗰度嘅。高通脹咧，自然有機會引發加息啦。見到 Fed Watch 嘅數據啊，係今日5月31號嚟嘅。咁啊，估計咧聯儲局喺年底12月嗰個議息唔減息，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喺目前水平嘅機會率咧，其實有51.8% 啊。留意啊，加一次息嘅咧，都仲有37.9%喎，預計加2次息嘅咧都有9.2%。嗱，兩個加埋咧，其實都唔少人估咧下半年係會加息㗎。而家睇到一啲地產嘅分析文章啦，仲有好多人話樓市今年咧會受惠美國減息。哇！大家真係唔好咁歐啦，而家市場係預期緊係會加息嘅。That's why 咧，而家債息升得咁犀利啊！咁而家債息咧去到咁高，仲會唔會有咩隱憂咁呢？嗱，老實講啊，債息去到咁高咧，其實唔係幾健康嘅。首先最直接衝擊咧就係借錢成本貴咗啊嘛。對企業嚟講咧，舊債到期咧就要發新債啦。咁啊，央行債息都有4厘5厘嘅話，企業可能要有6厘以上嘅息率咧，先至可以吸引到人買啊。咁啊，雖然啲科技巨頭咧都有好充足嘅現金流啊，但係而家 AI 發展咧都話要投入大量嘅資金啊嘛。早前 Google 甲骨文都話要發債啦，哇 Google 仲要發100年長債添。咁啊，科技巨頭都要集資吸水，咁如果中小企咧想吸引到人哋買咧，咁啊自然就要更加高嘅息率咯。哇，咁高息佢哋頂唔頂得住啊？咁啊，仲有。債息高都有機會引發金融系統嘅風險喎。大家仲記唔記得咧？美國矽谷銀行咧係點解執笠啊？嗱，就係2022年債息咧大幅抽升啦，債價急跌，導致資不抵債㗎。嗱，我有拍片講過㗎。嗱，詳細大家咧就睇翻呢條片，唔再講啦。頭嘅債息又創新高啦，銀行同金融機構又 hold 住幾多呢啲債咧？會唔會有好多隱藏嘅未實現虧損呢？處理得唔好，隨時又有多幾間銀行爆煲都唔出奇㗎。嗱，不過咧我就話冇咁快爆嘅，因為咧記唔記得2022年債價大跌，矽谷銀行都要去到2023年先至爆煲啊嘛。不過喺爆之前咧，大家就要留意啦。今年會唔會出現翻咧？好似2022年嗰種股債匯三殺咧，會唔會變成一個翻版咧？始終而家個勢啊，債雖然回落，但係比起之前咧，仍然都叫係高啊！嗱，美金見到個 trend 咧係升緊嘅，而家美匯指數由之前嘅96，而家都上翻嚟98啊、99水平呢啲位啦。咁啊，而家大家都追緊 AI 股啦，但如果大家細心睇美股嘅市況咧，就會發現咧，其實真係個市寬咧係好窄嘅，即係升市咧只係集中喺幾隻嘅啫，創到歷史新高嘅股份咧唔係好多嘅啫。喺 Mag7 裏邊咧都係得4隻創新高嘅啫，咁包括 Microsoft 啊、Meta 同埋 Tesla 咧都未創新高嘅。嗱，仲有甲骨文啊、Palantir 嗰啲咧都距離個歷史高位好遠嘅。咁啊，傳統股份好似美國銀行啊、JP Morgan 啊、麥當勞啊，都係冇創到新高嘅。呢個網站咧就睇得仲清楚啦。截至5月29號嘅數據啦，嗱，第一行嗰個咧係睇 overall 㗎，第二行嗰個係睇道指嘅，第三行咧係睇納指。嗱，拉落下面就會見到咧創新高嘅。整體咧就只係得73間公司嘅啫，咁啊道指咧就只係得29隻股份咧係創新高喎，Nasdaq 咧係40隻，真係唔係好多嘅咋。咁啊當然啦，你可以話咧呢啲股份咧有機會追落後嘅，然後當個市百花齊放，咁啊去到牛三咁旺咧先至爆煲嘅。
咁你可以咁諗嘅，不過我自己咧就偏向認為咧，而家標普500指數咧都創晒新高啦，咁大利好之下，點解呢啲股份仲唔乘機炒上咧？應升唔升，係咪反而有啲隱憂咧？咁啊，事實上啦，而家升翻上到嚟呢啲位啦，納指已經35倍市盈率，標指26倍，道指24倍，唔平㗎啦。又隨時有機會咧翻去年頭咧，啲人突然之間覺得美股估值好貴啊，盈利增長仲值唔值得咁貴咧？AI 導致嘅失業問題會唔會突然之間咧俾人關注咧？喂，真係唔知咧幾時突然俾人炒起嘅喎！仲有啊，嚟緊下半年咧，有幾隻咧大股咧係會上市嘅，就包括 Elon Musk 嗰隻 SpaceX 咧，個個候住啊，2萬億估值啊，話上市，有機會係史上最大嘅 IPO。咁換言之，嗰度都 cap 咗好多水咧喺嗰邊㗎啦。仲有唔止喎，嚟緊下半年咧，仲有 OpenAI 有機會上啦，仲有 Anthropic 亦都有機會上嘅。呢度都有機會 cap 咗一大嚿水喺度㗎啦，有機會嚟緊將啲資金咧調咗去 IPO 嗰度咧，咁又有機會拖住個市㗎啦。再加上而家政治局勢真係好難估啊！究竟美國同伊朗咧係咪真係咧最後完全停火咧？喂，真係唔知㗎。雖然我都傾向咧應該都唔會發動好大嘅戰爭嘅，不過真係凡事都講唔埋㗎嘛。應該咧都冇一個人可以好肯定咧咁樣估到咧 Donald Trump 下一步係做乜㗎嘛。所以大家呢一刻可以做嘅咧就係做好風險管理啦。要知道咧個風險喺邊度，好似頭先咁講，而家估值好高啊，仲有咧即係而家債市咧係跌緊啊，美金升緊啊咁樣等等啦。而風險管理都係嗰啲老生常談嘅講法啦，係 P/E 好高又貴嘅股份咧，可以先考慮鎖定利潤嘅，咁啊留翻啲彈藥咧，喺跌市嗰陣執平貨啊嘛，分散投資去唔同嘅股啦，又或者唔同嘅市場啦，就千祈唔好放喺同一個籃度啦。仲有可以採用呢個定時定額咧去買一啲優質股嘅，就好似我之前咧教大家點樣用 IB 去月供股票等等啦。嗱，股就講完啦，咁債又點啊？而家買短債咧都有4厘息喎，係對準入場嘅新買家嚟講咧，係當然係好吸引嘅。但係對於原先已經持有債券嗰啲舊買家咧，就無可奈何咧，就要帳面捱價啦。冇辦法啦，可能你以前係3厘買入，但係而家升到4厘喎，你3厘嗰啲咪自然唔值錢咯。我諗最明顯咧就係大家咧 MPF 裏面嗰啲債券基金啊。可能大家近日打開戶口睇咧，分分鐘都係要輸錢㗎。就好似大家上翻積金局呢個強積金基金平台啦，可以睇翻咧各類基金嘅表現嘅。大家可以揀歷年嘅表現啦，仲可以睇翻1年、5年、10年等等嘅累積表現啦。時間關係唔逐隻咧 click 俾大家睇啦，我幫大家咧整咗呢個表，大家想知道咧詳細啲咧就自己上個網度去睇啦。嗱，見到呢個表啊，可以睇到咧債券基金嘅表現咧，其實相當差嘅。由2021年至到去2025年啦，債券只係得2023同埋2025年咧係唔使輸錢嘅啫，其他3年咧都係負回報嘅基金數目多過正回報啊，即係蝕錢嘅多啦。其中咧2022年咧係股債雙殺年啊嘛，嗱，見到股票基金全部蝕錢，但債券同樣都係全部蝕㗎，係冇一隻錄得正回報嘅。咁債券基金蝕嘅幅度咧就係5.33%至到去差唔多2成啦，但係股票基金咧講緊嘅蝕幅都只係得6% 至到37% 之間喎。嗱，其實見到債券嗰個蝕幅咧都唔係話少好多㗎咋。反而睇股票基金啊，負回報多過正回報基金咧嘅年份咧，只係得2年嘅啫。嗱，關鍵就係2024年啦。嗱，嗰年咧其實係有160隻股票基金係賺錢，9隻蝕嘅。但係債券嗰年咧就係18隻賺22隻蝕嘅。至於2021年啦，雖然兩邊咧都係蝕錢嘅基金多過賺錢嘅基金啦，但債券基金咧講緊咧得6隻係正回報嘅咋，佔40隻基金裏邊咧係得15% 嘅啫。反而股票基金咧係有60隻正回報嘅，佔當時全部158隻基金咧係38%。
如果再睇累積回報啦，5年期入邊咧，債券基金咧40隻入面咧係得16隻有正回報嘅，24隻係蝕錢㗎。而賺錢最多一隻基金咧就係賺9.32%啦，蝕最多嗰隻咧係要輸15.14%。嗱，睇股票嗰邊啊，111隻賺，47隻蝕，明顯咧係賺多過蝕啊。而回報幅度嗰方面咧，輸嘅就只係輸25%，但贏起上嚟講緊係有130%喎。咁如果睇10年期個差距仲明顯啊，債券基金仲有18隻要輸錢啊，最差嗰隻係要輸14%，即係唔好彩你真係買咗呢隻基金10年冇轉過，浪費咗10年青春不特止，仲要蝕錢啊！咁啊，反而股票基金158隻基金全部係賺錢，賺最少嗰隻係18%，但賺最多嗰隻係有300%嘅。嗱，可以見到啦，大家咧呢5年或者10年買債券基金咧，真係輸嘅喎。尤其是咧之前好多理財專家啊，要啲退休人士啊，年紀越大嘅啲咧，就要提高個債券基金比例。如果真係咁樣照做咧，哇！真係呢幾年反而係要蝕錢啊！嗰啲退休老本咧，反而係冇咗嘅。咁啊，點解呢？因為其實債券基金同埋直債係唔同嘅，直債你都仲可以守，雖然債價跌，但係只要發債個機構唔倒閉，佢一直有息派呢，你捱到嗰張債券到期呢，你就可以收翻本金，係唔使蝕嘅。但係債券基金呢，就做唔到呢樣嘢啦。嗱，見到近年嗰個大趨勢呢，係債息不斷升啦。其實我個人認為呢，真係仲有機會升嘅，未到頂嘅應該。要拆解點解我有呢個睇法呢，就太長篇啦。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呢，我先開另外一條新嘅影片再講啦。所以總之，我而家個人認為呢，而家買債嘅風險呢，其實幾高嘅，就唔單止係債券基金啦，一啲長年期嘅債呢，都係有風險嘅，尤其是而家種種證據都話俾大家聽咧，通脹已經嚟緊嘅啦，應該唔會有機會咧翻去以前嗰個低息年代，息口 higher for longer 咧係會成為新常態嘅。你而家話有5厘啫，難保咧他日咧個長債息咧會見6厘啊、7厘啊、8厘啊，甚至乎10厘啊嘛，講唔埋噶嘛。如果息口真係去到嗰啲水位咧，咁你5厘債息嘅債券咧，其實唔值錢噶咯喎。如果真係想靠買債去製造現金流的話咧，嗱，我自己個人建議咧，就盡量揀一啲短年期嘅債啦，就唔好揀太長嘅。至於 MPF 的話咧，大家咧買保守基金或者利息基金咧，其實會比買債券基金咧就仲穩陣嘅，因為保守基金同利息基金咧係 money market fund 啦，咁呢啲咧就係主要投資落去一啲銀行定期存款啊，同埋一啲超短期嘅債券嚟嘅。嗱，以前咧呢啲 money market fund 咧係低息嘅年代咧就係零增長嘅，但係而家呢啲基金咧係有唔錯嘅正回報㗎啦。睇翻積金局呢個基金平台啊，撳落去強積金保守基金入邊咧，我數過有29隻嘅，咁累積5年期回報咧，其實由8.67% 至到11.62% 不等喎。即是話你5年前咧擺落去呢啲保守基金咧，你到而家咧衰衰地都仲有1成升幅㗎喎。咁你低風險揀佢，好過買落啲債券基金要蝕啦。咁如果你個人係進取嘅，就梗係買股票基金啦。嗱，都係戴翻頂頭盔先啊！呢啲咧係我個人觀點嚟嘅，咁啊純粹參考下嘅啫，大家唔一定要跟。尤其是咧而家呢一刻咧，股票創晒新高啊！話而家轉過去股票基金都有啲風險嘅，唔好話我唔提醒大家。好，臨完前咧都答翻一個網友嘅問題啦，佢就係問呢一單新聞啊。就係話咧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啊，就認為咧英國央行啊，今年咧應該唔需要再加息啦。仲話如果經濟一轉差的話咧，隨時可以準備減息救市喎，保住呢個實體經濟。咦，通脹反彈緊喎，真係可以減息咩？其實都唔出奇嘅，咁之前咧我有條片都分析過啦，英國其實真係一個最需要減息嘅國家嘅。因為佢嘅經濟真係麻麻地嘅啫，咁啊雖然啱啱第一季公布咗嘅英國 GDP 數據啊，環比增長咧就升翻上去0.6%，
但係咧，大家睇到過去2年啦，其實每逢第一季咧都係厲升嘅，之後咧又跌翻落去㗎啦。嗱，舊年第4季咪得翻咧0.1% 喎。但係咧，而家官方利率咧講緊有3.75% 咁高喎，係拍住美國㗎喎。但係你英國嘅經濟增長有冇美國咁好喎？嗱，再睇睇隔離歐洲啊，喂，歐洲減到2厘㗎啦。咁啊，明白英國唔減息咧，都係唔想刺激個通脹嘅啫，因為咧舊年5月咧開始咧，英國嘅通脹咧就長期處於3% 以上，哇，最高仲上到3.8% 添。最近去完英國啊，都發現咧物價真係貴咗好多啊。不過咧，最新公布嘅通脹咧，就發現 CPI 竟然出奇地咧回落翻落去2.8% 喎。嗱，全球嘅 CPI 啊通脹都升緊啦，但係英國竟然跌，係咪代表咗經濟真係出現咗一啲差池呢？呢個真係要密切注意啊，因為1個月嘅數據咧就唔代表乜嘅。嚟緊咧最好咧就睇多幾個月嘅數據啦。如果真係咧發現英國通脹繼續回落啊，同時間環球通脹咧又冇想像中咧升得咁犀利咧，英倫銀行真係有機會繼續減息嘅。一來咧減息咧係可以刺激經濟啦，二來咧英國政府本身個債務咧都唔輕嘅，咁你減息的話咧，佢嘅利息開支都有機會減少啲啊嘛，好事嚟嘅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咧就到呢度先啦。咁中意呢條片的話咧，就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個頻道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